台北地方法院认定讲，前副市长裴景新牵涉到道理甲受恶势，金额各拢正大，有逃亡串证的疑虑，所以裁定讲羁押禁见。法院指出讲，阁有一个关键的共犯，逃亡中的台北市道委会执行秘书邵秀培。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讲这个当年请假是请到9月初1。邵秀培嘛强调讲，伊无落跑，是检方无约谈。另外，警方城敢需要先停工咧？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讲，等到案件起诉判刑，再依法处理。牵连警方城案，将台北市副市长裴景新以被告的身份奉约谈了后，已经伫地检署甲法院点50多点钟。经过法院开庭，裁定羁押禁见。初日透早4点多送去台北看守所。我们蛮讶异这个结果的，我们会看告。洪富身体状况跟他心情，他可能自己也蛮讶异的这个结果，对。他身体状况，身体状况，刚刚看他蛮难过的。其实开庭进前，裴景新的身体并无爽快，洪介护送病院，即马去互收押。台北看守所表示，只要人有无爽快，就会协助安排予医生看。羁押的几项理由，包括法院认为讲，裴景新是道委会会议的主席。伫专案扮演高层的角色，道理甲乌势的金额拢真大条，涉嫌贩售乌势等等的罪嫌重大，而且有关键的共犯。台北市道委会执行秘书邵秀培，那像畏罪潜逃，认定有串证的疑虑。我觉得尽量就是帮忙。警方涉案表出弊端，为国民党议员应晓薇、威经集团主席沈庆京，即嘛甚至裴景新拢去互羁押禁见，也若当咧改建的警方城，外界嘛关注敢会先停工。一切一定是事实到哪，我们就一定办到哪。那当然，如果后续整个案情的发展，我们会持续密切的关注。如果有起诉判刑确定，就会依照违反都市计划法来要求停工。面对市府的员工去用指控心虚要逃走，蒋万安替伊讲话，讲这个姓邵的当人按规定请假到9月初1，初2阁临时请假1天。对方阁讲检连无约谈，即马去予检方认定是共犯。敢无相关的处置？市长表示，警方处已经主动联络掌握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